另外来看，这南投民间乡分化路的这个预定地呢，也来开说明会。当地自救会是抗议县政府违反着停事，也那环保局是回应讲，这环评甲土地变更呢，拢有照片照行，后手也会帮助农民来找新的农地。假民主，假民主，征收地，征收地，程序瑕疵。民间乡款分化路自救会在南投县分化路预定地的地上物补偿说明会议进行，化口号抗议。自救会认为分化路也未通过环评，县府就先走来甲原本新租预定地农地农民讲补偿的代志，加上用地也未变更，就已经完成拨用。自救会批评这个停事真有问题。环评的定数刚离个1节尔，迄土地的变更嘛还未开始，结果就已经拨用啊！伊安尼是违反定数。在分化路预定地的地上物补偿说明会，也牵涉22位新租农地农民的权益。有农民烦恼收落来租无土地摊证，也有人烦恼农保无法度延续。民间乡民代表会主席也讲，有农民无偌久进前才租地，开百外万搭温室尔尔。若讲未来袂当继续使用土地，政府应该爱有另外的补偿。所以袂使无伊啊，因为大家阮做下个人，大家都是为着这农保的。我顶工去高山树尔啊，无讲在旁边有无人租的无，拢到拢嘛租了了伊。有其他的一个补偿甲救济金的一个问题。土地征收之后，针对土地的补偿，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县府会赶快来研究。那另外针对我们焚化厂开始正式营运之后，相关的补偿金，我觉得我们也会把这个22个地主给纳入我们补偿的范围。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环评和土地变更拢有照停事行。环保局也强调，116年6月30进前，原本租土地的人会当无偿使用农地，农保袂中断。县府也会甲各山署记者，配合新的农地记者辛期南投报道。